还有长不低。5.6度，不是。燃灯节那个纪念中科吧，那燃灯节。是啊，我跟你说嘛，他到处他又返回去那个坝子找你。走啊，有。然后我又把他抱过来，我看到你在坝子上个一下就过来了，我又过来找你了。好，那么。你要认到几个字，我们认都认不到，我只是个副德。哎呀，我拍慢了，你看嘛，你看我拍完了，拍到这儿就没拍到，还有2个蚊子。重新拍嘛，你手机单独拍了之后用那个发上去就是，而且效果没得那么好。手机拍嘎？手机拍。很好看。这是红嘛？你背面红妈妈别红啊。红就是你到康定去嘛，山上呢多大个这个字啊？红一个字，六字真言一个字。六字真言。红妈别。你看。你不能走，那就拍那个吧。哎呀！可以，这回拍的可以。来。相机的拍。用相机拍。像我们右上角有点像818，是不是？上面那坨是不是有点像818的字？有点像。是不是有点数字吧？这往后可能拍漂浮。